全是英文。你别说了。我要说，我要让大家给我评评理。昨天晚上不知道因为什么，我爸爸和我妈妈突然吵起来了，我妈妈气得跑出去了，我爸爸坐着沙发上生闷气。我给爸爸说：“你赶快去找妈妈，太晚了不安全。”我爸爸就出去找了，过了2个小时，我看见他们俩还没回来，我担心出啥事了，就下楼去找他们。结果你猜怎么着？哼，他们2口子正有说有笑的吃烧烤呢，气死我了！天底下怎么会有这样的父母啊？我和他们心连心，他们却跟我玩老金。别生气了，你别想给我套近乎！手机前的叔叔阿姨、爷爷奶奶，你们有喜欢我的吗？喜欢我的评论区留言。我不要在这个家待了，我要换一个家。太让人伤心了。骷髏隔離下大理瑞之前，阿教你個 follow 落去吧。